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共下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同语音等等嘅客家白话文嘅问题哈。今日所提供嘅课文呢，係客家白话语文文化嘅研究，第一課客家語文常用動詞、動詞。嘅是文語嘅文化，課文一字一語對照錄音提供俾各位鄉親，大家嚟做個參考啊！大家都會知道咯，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不同行業，各有不同嘅語音、語言、文字、文語、歌詞曲嘅用法也有所不同。研究客家白話語文，語同文啊，我有法度、程度、正確度，真有法度將客家白話文研究出大，一個研究好勢，所以希望一個教學客家語嘅先生小子大家啊，一定要注意一個注音、語音嘅結構是樣板，安啦嚇。咬字用語，但有辦法分明、團結、清楚、好聽，安尼啊。同時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對我嘅錄音多多拿來多聽、多參考啊咧，啊，主嘅呢也多看啊咧，本文多讀嘅技巧嘅，嚇，安尼客家嘅語、客家嘅文啊。自然就會通順流利，客家嘅語文文化嘅推廣，才有辦法提升，同時正確嘅發音，對於客家嘅一個廣播啦、講話啦、口說藝術啦等等方面呢，才有辦法提升好起來，同時可以承接成我哋客家嘅優美嘅語音。尤其連音詞、敘事、一個創生詞等等啦，大家會相當嘅一個了解。今日提出一個不同地方嘅人士啊，客家人士也好，嘅其他嘅人士也好，所創嘅歌曲呢，來互相嘅比較。第一個就是個標準嘅。涂明常先生讀常啊，唔係讀行啊，伊同我講嘅嚇，一個安布亞嘅一講，安布亞為一講特別亮、特別正，安啦嚇。第二個呢，就是兄弟姊妹情，兄弟姊妹係有以前屏東客家事務局嘅局長吳東發先生所創嘅嚇，兄弟姊妹情。另外還有車雷先生，一個以對客家語文唔係佢熟絡，但是練嚟研究。本一個陳志明先生特別唱嚟唱半夜春日講，半夜春日講，也希望大家有基本嘅日講特別亮，下夜也會春日講，安啦嚇。所以三首所唱嘅呢。只是各自嘅語音有所不同哦，所以不同嘅國家、不同嘅族群、不同嘅地方、行業以及文言文同白話語文啊等等，各有不同嘅語音、語言、文字、文語，尤其客家語言嘅一個文言文中啊，當時用到連音詞，可以講得冇用到連音詞、創生詞、彈詞。政治也四方面呢，一個客家嘅政府單位啊，教育部也好，客委會也好，也需要工作可能過少用，只是一下現代客家嘅鄉親講起客家話來，嘅適合客家一個韻味一個意思啊，適合。親像客家彈詞啲度嚟嘅詞語同標點啊，
也係文章嘅一種哦，大家注意一下吼。親像講啊，哈，個國語個哈一個記法吼，啊，人講哈一個哈一聲呢，叫做嘆息、嘆息、吐痰嘅意思。哈，安尼啊，哈哈，安尼咯，就是七八百個氣息有痰人家嘅意思。三個哈咯，哈哈哈哈，安尼啊。表示滿意嘅笑話，滿意嘅笑容啊！假使有四個呢，就講哈哈哈哈哈哈啊，狂笑，關於講狂笑，我納快哦，嗬！哈，以前呢，學會費有一擺，請個唔止客家，無相對客家文化唔係個詳細嘅詳情，嚟做個廣告啊，講啊哈，一個啊哈。是一個糟糕的意思，糟糕的意思，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對一個客家嘅語言不同於其他族群嘅語言，有幾多地方冇相同嘅嗬。所以有人講一句話，唔曉得講客家文、客家語、客家話嘅人啊，對於客家嘅歌曲、客家嘅文化嘅研究，就有困難點。所以希望各位鄉親熟絡客家語言嘅來源，客家嘅語言嘅一個語音，可以增加對於客家嘅文化有所充分嘅了解。後來講到嘢呢，講到嘢就像美版嘅睇嘅一個錄音嘅棚頭一樣啊，嚇，將大家多多了解啊。後來也下來看本文。客家四言百化語文文化研究，第七項客語文常用詞義文化口文一詞一語對照來拓寬大家嚟做個了解啊！同時也非常嘅感謝台南大學李文歡博士先啊，鄉親葉文才一個 YouTube 一個你地圖裏呢。可以點來談案啦，嚇！再講客家語文所用嘅動詞、名詞嘅語文嘅意思，都係比國語啦、華語好咯，表達嚟個詳細又精緻分明。客家語文是以怎樣嘅來嘅呢？一題強從慢急啊，落安名嘅。第二呢？高大方向，第三，內外正斜，第四呢，長短後朴，第五，色神味道，第六，通也係點這個多少落安名嘅，第七，使用嘅東西這個乜嘅器物等等之下呢，以種種不同嘅方式。分明表達語文嘅意義，也就係講啊，通常而使用嘅狀況，也係所使用嘅東西物品啊，同時表現出來。所以意義就係講啊，語文加上語言，也再講一遍，意義就是語言。本音呢，就是只有三母，所以在講話嘅中間，我用語言，唔係用本音，一個本音。文語呢是文史，當然當前客家也好，河洛也好，對一個文史方面有所勉強接觸嘅素材也係真多。所以基本上簡單說明，將大家按度嘅分為一個六個五個方式。第一個就是講用使用古呢類來打，體式嘅來打嘅名詞。第二呢用霸裝嘅，第三呢用牙齒類嘅，第四呢用數字類嘅，呢提供本國衛鄉親嚟做一個參考第使用軍類嘅體式嚟打，第二個用丟，丟呢
所以呢，不人丢的哦，有粗大的意思。一个丢呢，一个粗，一个粗呢，也有18葫芦花。葫芦花是讲抽，俺哋客家话讲丢，安尼吼。葫芦花用抽，一个用熟的啦，天线的啦，各位兄弟唔好用天线的，丢完咯，清痛哦，哈，第二烧，这个用手掌啊烧，一种烧，用细烧的竹机的，是种卡巴丝啊，用烧起来，吼。高生意呢用烧起来哦，莫用丢起来啊，哈。第三麦呢用细棍来打，胶边啦，可能告诉一下不得用胶边的话无，所以呢不打不成有，一下打唔得了，时态不同哟。麦就是用一个麦加上挑树片安尼哈，L 呢由上向下打嘛。尽量用那个树，俺哋枯葱个葱呀，太细来打哦，用葱的 L 去哦，L 葱的就是拐杖做葱的，叫做 L 呢，一个诗啊，个有意思哦哈，亲像一个欧洲的欧，个像一个诗安尼哈。第六痛。用足高的类个长的姑娘，用尖端来出打就痛的痛环酸的啦，痛球的啦，痛目的哈。第节呢，就是用端出一个硬物啊向前痛下去，节还要本人用棍来节度用快的节度节挑树片加上起，按嗰个第八，那个挖 VAG 啊，第13挖用四个硬物向前撬出来，现在讲挖意思挖意思，一个挖一个字呢有四个音，一个挖一个音啊呢，第五蹲系蹲，拿端物打，这种拿卡个来口门用啊，不个蹲用个粗的棍呢，端距离个出来打吧去蹲下去一个蹲，一个公蹲个蹲口呢就端物打，拿卡个来口门。敲门，国语就是讲敲打的敲，叫做敲，个敲钟，打钟的呢，敲钟的，有拿东西的敲门用书把钟的呢，就讲旁，冇拿东西嘅叫旁，有拿卡嘅啦，有拿过来叫做敲门，锁呢。说就是扁担杆太细用的，平打败去，锁坏去一个危险各位乡亲。过去有人用上大嘅时间是采作为锁牙嘅那个太罗饼，但是以古下锁到野外都显示一个锁一个注意一个平嘅冇锁到野骨野外也都quite危险。牙也是合着式的意思意志的意，可以也是的也呢，是同样是一个各位乡亲，也学会会利用一个意志的意，也就是呢冇嘛相同意志的意是合着式也呢。也是就是同样是，所以两个词文意不同，所以一个希望学生单位多来共同来研究，一个也个也又对认为有问题适应上有问题
第二来看八种，八种，一个八种类嘅人啊，叫唱，唱动写唱，唱起来唱啊，一个树状向上，定力用力来唱哦，唱风了啊，唱推那个次哦，个用树状啊，一个推向前一推一变啊哈，戳来去用戳，一个推呢又用戳咯，一个戳人嘅头啦，哦，戳人嘅一个面方嘅眼门方啊，戳来去哦，刺恶戳啊个主音刺恶戳啊，一个推呢又用戳啊，树状向前一戳来去就变下啊，钳呢挑树片加上钳皮嘅钳啊，树状向底下压呢啊，这个是标啊就钳哦，一个人讲啊上大嘅声音嘅高层次啦，冇讲上大，一钳哦是钳下去，木的头拿都向底下，盘呢头拿向蛋高，安尼哈，再讲钳同钳啊，两个意思冇相同啊，钳就用数八种啊，数八种钳呢，钳呢是用数字啊哈，这个希望各位乡亲打天花雁天花啊，雁天狼啊，冇讲钳天狼哦，安尼哦，也希望各位乡亲这个钳同雁啊，有这个区别。第三第四送哦，头都讲戳同送有冇相同哦？这个戳就是讲啊，一送下去就变下哦，送呢树毛标哦，天数嚟送一个牛茶啦，送茶位啦，送去发电啦，头摆啊哈。第五别，BES 别啊，用数八种平平打摆时，一个就像别。用有数打左边嘅嘴角，就讲别，按个别，人一个弦，哦，这叫个弦哦，用说个一个那个弦，就用掀开来的掀，哈，用数字，用有数打左数，打左边呢嘴角，哈，亲像。打乒乓用嘅，用一个打乒乓，用有数打右片，有时就用有数打左片，安尼哈。打乒乓用左右一个分开来打，别用数八种平打啊，平嘅打。响呢，一个数八种强啊。当啊强安尼，活开去安尼哈，笑开去，有个活开去安尼哈，切就笑哈笑，一个东西笑嘅笑，一个是哈，钳一个钳，要出钳哪个钳啊？松树状啊，压住不标啊，哈，唔顺标，钳咧啊，钳好些啊，用松树钳咧啊，雁那个雁用数字诶，雁天狼啊，雁天狼，莫讲啊钳天狼哦，各位乡亲，雁是挑树片加上刺眼嘅雁啊，雁，北部乡亲讲雁，南部讲雁哈，读到 IAN 嘅时间呢，北部乡亲都 IEN 啦哈，雁是南部。雁都北部哦，一个雁，一个腔调是音不同，意思冇同样哦。用数字谜也系用歌唱嘅那个或者用歌唱嘅一个东西啊，做歌呀，从会用力轻人用数字运转安尼哈，雁必须哈，雁是啊。一个雁同雁意思冇相同。
接下来我哋再来看一个用牙齿类嘅对到位对，尖嘴嘅调位类啊用对一个对尖嘴嘅，分三个对道一点呢个特殊嘅用法唔系分三个咬到三个对道，因为伊三个因为伊对下去都绑转伊唔系咸的一个咬呢是咸的唔会再变三个是越对下去，马上个头拿都存转了。第二全一安全就变做个阿伯路亚咸呢一边一咸一边都全，阿伯会全完，反阿又个会全完啦全就是一个说呢唔变声音呢全呢全呢一个调咁样嘅全调，一个是唔全失落在嘅意思啦第三牙是用门牙咬嘅这种那个起始动物一个弄出嚟呀，用前面呢门牙呢这个咬嘅第四呢咬是只用一个前牙嘅位类呢，一种前牙一个主位呢个前牙就变成口角牙獠牙口角牙第五脚睇你用那个太牙板咬有出声嘅就咬那个脚是反唔会用脚回来第六抽口字边加上一个焦点嘅焦也就嘅客家诗歌写你用太牙板咬，但是冇出声是反用抽回来，唔会用脚回来，是槟榔用脚回来第七麦就冇牙齿咬抽老人家冇犯牙高强就牙龈左右健通牙高强所以有老人家讲上眼同下眼立唔到嘅时间这个立高唔到第八甲就用全部牙齿做嘅是自备时间叫为甲无影嘅时间呢就这讲叫甲无影叫甲无影是乜嘅意思呢？是冇效果嘅意思啦。所以各位乡亲，一个有乜嘅发通嘅时间，来学叫甲无影佢神奇你用叫用甲无影叫甲无影但是用意本意是指讲冇效果嘅意思。接下来呢，请大家来用数字类嘅打嘅念是拇指同食指都念，你讲念香念饭头来说两只数字念东西来说用食指跟拇指这个念一个接呢就三基数字那东西就接饭头来说接嘅一错连的错一只诗呢有几个意思，一个一接一出把戏出也系用一只诗第二就五基数字的那东西谷类啦饭头啦都饭头跳手旁加上也有的也有的也第四M 跳手旁加上上字咩音这个 M 松树角五字白白那东西M 水是了小白那个煮那个水果枪所以生意的时间可以多用 M 水来说了，各位乡亲用 M 个水来说嘛第五个肾一个高数强的呢，就讲肾
神神松树中平平白白向上，电台不到树上啊，所以神俺哋神接一个文化也是接神咯，应该是先神再传哈，神传人错过哈，传神冇嘛错过，一个当然啦，要看那么个 TV 来讲哈，那个沉传啊，那个神，一个松树中向上，电台舞蹈树中，风呢同神都好相反，用松树中拿东西向前的传送风，的确拿一树中向一个树把中向大下拿东西拿东西，按个这个比就是给他的意思啊，比还不会么个比乙么呢？比就是给他的省略简单句啊，比同关于是讲客话讲啊，本就是本的意思啊，本同比等两言变义里面啊，再看第八本一个书包中向上爱东西，投射的本东西啊，同人本不发，同人本冇发生啊哈，同人投就是有出生，投同本两者是有树状相同性，投就是有发出声音，本就是冇发出声音，所以本就是本的简称啊，哈，简称。第九叠得一啊叠啊，我得有读叠，叠呢就是手拇指同食指，其他的字呢空下按来弹出去弹出去，叠耳公叠前头叠目嘅按哈。第十刮呢就基数字的弯翻转来，用一个数字的关节啦去打人家就是讲刮人家用以前就讲基数就讲公计安尼公计用公计刮个去本人刮个去第11靠前头中间突出来反背打靠是呢高高凹高中间個角絲一個構絲呢角絲角就是一個親像靠的東西用個字個用角角個曉圓通頭角個曉月亮技術是角個曉一個象徵注意個眼數字一呀一眼就是一字一数字的一眼呢一方跟第13念就是念数字米手指的拇指的指甲吧同食指听技术是按那个念声音呢按不太冇一个尖数指甲以为摇到我念到对，按关于讲是呢，拿捏嘛个拿捏咯，拿出个刀，捏就捏一些的，拿捏好些按第14牛NGIEU 牛这个食指同拇指粘痕反方那个顺方向转动都牛一个什么印象大各位想牛起来按一个针按郭书强讲的针用手指甲
单向上大下一通来去啊，针数字感嘛，针是潜水艇的潜，潜水艇的潜，加上cái 3点水拿下来去，阮个跳树片也做个针啊，人种的蒲的留来做索马嘅。莫不可用数字甲变成人自卖伊哦，自卖嘅佢粒蒲嘅就做一个那个蒲话啊，哦，无索呀就做唔得咧哈。第16朝阳嘅朝，一腔有诗意嘛哈，数字甲强强嘅通，听到咩？朝阳抓羊啊，早那个子要哦，以后要哦，早是强强的，要以后要哦，要呢就是用数字感有动作，我要面啦哈，不个用早跳树片的呢，就早也读要哦，跳树片呢也读以后要。个查也是抓，个抓，一只5个数字诶，棒就是，查头那么，查胸前个蛤蟆盖，查哦，一个查，个沙是属于物啊，都有图哦，经常本警察查到，抓到。第20作呢，就动物不动啊，无捉到，本警察捉到，就是讲啊，一个警察有同，一个人无同，本警察捉到啊，捉鸡嘛点，人约数有同，就捉到，好，再复习一下。16是朝阳的朝，17以后要，用数字甲要到的要。第18呢，查头那毛嘅查，哦，第19呢，沙，就用一个有同，一个无同，啊，警察的本警察查到，捉到嘅捉呢是无不动，手去捉，但是捉同个鸟到同捉到。一个意思是差不多的啊，鸟这牛有读鸟哦，鸟多啊，所以讲啊，一个破音字是唔拉吧，所以用音来辨识一个文意是在那这个案的哈。第21念讨厌就是对讨厌这里的拿东西呀。念讨厌啊，念讨厌。弄呢，弄讨厌就是将东西偷的表入一个讨厌伫这里，就弄讨厌。以上呢，今面所讲嘅一个常用的词语啊，文字的文语嘅通词方面嘅哈，希望各位乡亲有限多听，那一个讲一个。ทุก个声音来做个参考，同时文字多看下来，自然而然客家语文嘅水准就会提高哦。以上嘅感谢大家哈。再过来讲呢，一个宣传广告宣传哈，客家拍话语文一个连音嘛，我哋通常是讲啊，用有力昂连音是。从英文的 connect 嘅连音连上嘅连是不同嘅哈，希望各位乡亲大家了解一下。客家虽然拍话语文的文法呢，这就是讲啊，可以台湾全省嘅都是第一个所写嘅哦，哈，一个希望各位乡亲那个16课，共有16课，基本语是讲到第1课嘅哈，一个同时。一个课文呢，一4语有6言，一个新闻台湾客家电子报、平头时报、电子报，有教材嘅网站，以及 YouTube
雅虎、Google、Facebook 等等网站来连接一起嘅好友，同寄出一個 email 兩位人分提供俾大家嚟共讀嚟研究，詢問大家感謝nhiều。最後還要感謝一個台南大學嘅博士生李文煥先生貼文佢認真將一個按多本書，客家商業用語繪畫啦，客家白話文100篇同時上今每個呢，就馬上點入去一個 YouTube 一個非常嘅感謝大家，一個我嘅過去嘅主張呢，也係由學委會感謝學委會贊助我嘅出版以上感謝大家，謝謝，感謝大家有限贊我了。承蒙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